为了要推动全民来运动，运动部启动新计划，要用补助学校、企业或者是有立案登记的团体来申请做社区运动俱乐部，配合着校园开放政策、开放运动场馆，含这民间运动团体、运动俱乐部有固定的合作关系，那会当提升校园场地使用率，也让这社区的运动会当稳定发展。教练带囡仔在球场踢骹球，练甲真有趣味。运动是真侪大人囡仔喜欢的休闲活动，民间有真侪团体长期靠热心家长、教练等等，在维持运动的量能。但是有教练表示，若资源无稳定，要做运动场嘛无简单。也有民团表示，为着要互偏乡也通享受运动的趣味，甚至有教练义务性去教咱所的学生学跆拳道。有更好的场地的话，固定的场地的话，我们就不像流浪教练，下雨啊，或者突然草地，要维修或者一些更新啊等等的，然后我们就没办法教球了。那因为他们就喜欢这个运动，那可能因为兰屿的资源也比较少，那也没有一些正规的教练去帮他们忙，所以说现在第一个有跆拳道进去完以后，整个学校都活络起来了。为着要推动全民运动，运动部第2次启动社区运动俱乐部计划，用补助制度鼓励学校在课后甲假日开放运动场馆，和民间运动团体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来提升学校场地的使用率。嘛，希望基站的社区运动通稳定发展。呼吁校园这边跟我们俱乐部或者相关的一个协会团体这边共同来签订1年以上相关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契约。我们这个案子主要是针对配合校园开放，然后针对开放的这些学校，给予一些资本们，包括购置一些器材的相关的一个协助，这个不会另外造成学校这边行政的负担。运动部表示，为着要兼顾俱乐部的品质，计划嘛禁止聘用有牵涉技术也是性别争议的人员。目前经费有规划3亿多，会先开放各界申请，就等立法院预算审议通过以后，才有通半补助款落去。运动部嘛呼吁调研立委共同支持，让运动变做国民的日常，建立运动产业基础。记者卢尚书、郑春佑台北报道。